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2026年的2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、弥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、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慈。上帝要世人跟他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即便人经常的违背上帝，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上帝仍然以恩慈来对待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回转，能够与上帝建立合宜亲密的关系。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当中提到了上帝的独特性以及他的特质，就是以怜悯恩慈来款待那一些离开真道的人。圣经提到上主没有其他的神能够跟你相比，你赦免了劫后余生的子民，你不长久怀怒，却以不变的爱待我们。你要再一次以仁慈待我们，你要把我们的罪踩在脚下，抛入海底，正如你在古时候应许我们祖先的。你要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。基督徒与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是靠着上帝的恩慈，不是靠着繁文缛节，或是靠着遵守律法诫命而来。这恩慈是上帝一贯的计划，通过耶稣基督将白白的恩典来赏赐给世人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这样说道：但是现在上帝已经显示怎么样使人和他有正确合宜的关系，这是跟律法是没有关系的。某些的法律和先知们都是这样见证。上帝使人和他有合宜的关系，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。上帝这样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，任何差别都没有，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然而上帝白白的赏赐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他们，使他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不惜牺牲耶稣，以他为赎罪祭，借着他的死宽容人过去的罪。但在这时刻，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，这样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，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那么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一点都没有。基于什么理由呢？由于遵守法律吗？不是，是由于信。我们的结论是，人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只借着信，而不借着遵守法律的要求。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吗？他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？当然是。上帝只有一位，他要犹太人基于信，外邦人也借着信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这样说来，我们的信使摩西的法律失去效力吗？当然不。相反的，我们使法律更为巩固了。诗篇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不被上主定罪的人，他是多么有福啊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哭泣，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精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所中蒸发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，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
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，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被淹没。你是我藏匿的地方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上主说，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，时时的规劝你。不要像罗马那么无知，必须用绝环计头管束才驯服。作恶的人一定遭受许多的痛苦，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恩慈环绕他。一人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。所有正直的人你们都要欢呼。感谢上帝白白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一切愿意接受的人得到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